喂，精神。嗱，之前公道會同大家講過，我哋依家 Mini 咧噴完漆之後咧，做完晒拋光咧，我會拍翻條片發抖音俾大家去欣賞嘅。咁啊，譚生就話嗱，依架車陪咗佢好耐，呢個第一啦。第二咧，啱啱今年都係依架車嘅10歲生日。所以佢好想送份大禮俾依架車嘅，咁啊除咗全車嘅機修整完以外咧，咁啊換埋避震啦、薩斯嘅避震啦，成架車行起身質感非常之好。漆面都想做一個全車嘅翻新，我就同阿譚生講，如果你捨得，一定要做呢個雙磨雙噴嘅工藝，保證係比全新車嘅時候仲要靚。嗱，咩叫雙磨雙噴咧？就係成架車噴完晒漆之後，係噴完一套光油落去。曬太陽曬2日，等佢收縮完啦，全部光油再磨晒佢，再噴埋第2浸，所以2浸光油出嚟嘅質感同埋嗰啲色澤嘅飽潤度係唔使多講嘅，哪怕係從側面、車頂、車頭，簡直係無死角地精神。OK， 咁特別佢呢架車咧，紅色襯黑色，嗰道後鏡又係紅色，咁啊成架車係真係點睛嘅，紅色喺呢架車裏邊嘅元素真係點睛嘅，咁加埋一個工藝真係我自己係好滿意咯，咁我相信阿譚生到嚟攞車嘅時候咧，都會係眼前一亮嘅。咁同樣，如果你哋都想送份禮物俾你嘅愛車，聯繫我啊！